唔使一個小目標，喺港島南區買到一個前排嘅海景別墅，你敢唔敢相信？呢邊獨享一方背山面海嘅寧靜，喺139座洋房當中，絕大部分都擁有毫無遮擋嘅壯闊海景。建築靈感係來源於歐陸嘅意大利風格。別墅係3層嘅結構，配備咗獨立車庫同埋寬闊嘅庭園。開闊嘅長形客飯廳，空間佈局賦予無限嘅想像。一面朝向前排海景嘅落地窗，就好似為你訂製嘅專屬油畫。企喺窗前就彷彿擁有整片海洋。餐廳頂部設有採光天窗，日頭陽光灑落，夜晚繁星點綴。玄關旁配咗客廁以及方正廚房，仲有一系列嘅名牌家電。天台後庭可以種植花草，而前庭可以享有無遮擋海景，係一個可以同親友暢談嘅理想之地。我採用下沉式嘅設計，睡房都喺底部，我哋落去睇下。呢度係家庭起居室，如果家庭成員較多，亦都可以改造成一間客房。負一層總共有2間套房，一間望向內園，享受舒適寧靜，而另一邊望到海景，聽住海浪聲入睡。嚟到負2層，2間都係望向內園嘅舒適套房。跟住就到全屋嘅亮點，主人套房。由於別墅採用下沉式設計，所以越靠近地面，與海面嘅距離就越近。主人房仲預留咗個私人戶外平台俾老闆你。呢種山海漫活節奏嘅生活，係咪老闆你一直嚮往？評論區話俾我聽。